来人呐！有人吗？你是谁呀？我手机呢？把我手机给我！我靠！看来昨天晚上真是喝大了，怎么跑剧组来了？子豪，你可感觉好些？哎呀，行了，别演了，把你们导演叫来，我要跟他聊聊。导演，子豪，昨晚……哎，等等，你怎么知道我叫子豪？我当然知道了。你们拿了我的身份证。等等，你们是怎么把我弄来的？你们有什么企图？你们是哪个单位的？有什么权利这么做？夫君，妾身是你的家人啊，你都不记得了吗？我衣服呢？把衣服还我，还有我的手机，钱包我不要了，钱我也不要了。你总得把身份证给我吧？这说的都是什么呀？这衣服你不是穿在身上的吗？我想起来了，我被卡车撞了，我是不是死了呀？我还有一把老腰子呢。夫君，你是病了吗？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等等，谁是你夫君啊？我刚分手，哪来的媳妇儿？你说实话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到底有什么企图？夫君，你不记得妾身了吗？这是你的发妻雪影啊！发妻雪影？你别哭了，别哭了。看来我是真记不起来了。哎呀，我脑子有点乱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你能帮我好好回想回想吗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侯爷府，是咱们家呀。家？就算是家，那咱们家住哪儿啊？夫君，你不会连这都想不起来了吧？咱们家在长安啊。长安？你为什么叫长安而不叫西安？难道你是大汉民族主义？好吧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咱们这儿解放了，咱们家是不是地主啊？夫君，老朽倒是听说过一种怪病，多是因头部受创所致，轻者头痛且晕，健忘，目光呆滞；重者失语，偶不欲食，为肺不用。老朽妄自猜想，这小侯爷怕不是得了这种病吧？那可怎么办？我只是一时气急，没想到却气坏了夫君，我真该死。夫妻同苦共甘，棒打鸳鸯不散。夫人您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一套一套的。周大夫，这小侯爷的病到底有的治没得治啊？扎上一扎，兴许有效。嗨，这何谓扎上一扎呀？就是扎穴道，有4阴针、4阳针、4大总针、8法神针、9转还阳针、马丹阳12针、鬼门13针。这听着邪乎，这咋还兴许奏效呢？俗话说得好，扎一针胜过吃10副药，扎针拔罐，病好一半。那太好了，那快扎吧。且慢，俗话又说呀，宁开10副药，不动1分针。这到底扎还是不扎呀？不
不沾。我还是给小侯爷开10副药吧，夫人，药方在此。你怎么又哭了？别哭了啊！再哭眼睛都肿了。我嫁到府上3年，哭了3年，夫君怎么从来没说过这样的体己话？不会是为了外面那个不三不四的狐狸精，昨天可以气得背过气，今日醒来又装失忆下妾身，现在又这样低三下四来求妾身吗？怎么被说中了？无话可说了吧？痒，我可以见你痒吗？这次真的是你误了我。不管以前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真的已经失去记忆了。不管我以前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，我真的都不记得了。更别说我在外面有女人。我连认都认不得，我还带得回家吗？既然我们俩是夫妻，那我们就得感情和睦，家庭圆满。我既然娶了你，就要对你、对这个家负责任到底。原来的事既然已经忘了，就不要再提了。不管以前那个我伤害了你多少，就让现在的我给你一点一点的补偿。娘，我真的很饿呀，咱们俩能不能先弄点吃的再说呀？日子还长着呢。周大夫说夫君体虚，要少吃多喝，妾身这就去准备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的衣服呢？怎么穿来着？有点忘了。里边没扣上，这都怎么扣的呀？这个。哎，这大户人家的饭菜跟电视上不太一样啊。那些整只猪、整只羊、烧鸡啊、生猛海鲜什么的都在哪儿呢？又不祭祖，哪来的猪羊？还殿试呢。夫君能考上个县试、府试，妾身就替夫人和老爷烧高香了。算了，跟你们说话说不明白，先吃饭吧。吃完饭，你带我在家里边转转，我好熟悉一下地形啊。大呀，真他妈大，不是一般的大呀！哎呀，这都走了4个院子了，前前后后什么门洞啊、拱门都过了5、6个了，还没走完。夫君，这就是咱们的正房，里面还有书房和卧房。按照现在的房价，即使是京郊也要3万一平。我王家的宅子少说有1万平，3万乘以1万，也就是3亿呀！我操！你现在正走在3亿的豪宅里，重点是这些豪宅就他妈属于你。去他妈的乡下，老子才不稀罕你！前面就是花园，这大晚上的黑漆漆的，就别去了吧，妾身怪害怕的。怎么？这花园闹鬼了？讨厌！吓得妾身脚软云云的。脚软云云？这都什么词儿啊？夫君身体尚未恢复，要不妾身今晚就留下来服侍夫君吧。你平时都不跟我一起睡吗？自从进了这个院子，妾身就一直睡在东厢房。夫君平日很少回家，偶尔回来也是一个人安寝。妾身，哎呀，这王子豪还真是禽兽不如个禽兽。哎，那咱们晚上都干点什么呀？谁知道夫君晚上都做些什么？反正妾身是看一会儿书就睡了。这么单纯啊？哎，天刚黑，时间还早，不如咱们娱乐一下。那
咱们下围棋吧。我知道夫君常常在外面赌棋呢。围棋不会下，会下五子棋。哎，算了，五子棋太难。不如咱们还是先洗一洗，然后到床上去玩。夫君使什么话呢？哎，你看你想哪儿去了？哎，我是说啊，我说咱们到床上去玩猜谜，这个输的呢给赢的讲故事，是吧？这个游戏最不费脑子，特别适合睡前玩。想什么呢？哎，疼！侯爷，来，夫君坐。妾身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啊是管家钱叔，是太爷使过的人，在王家鞍前马后操持了22年了，在王家庄上也是鼎鼎有威望的。夫君以后凡事啊要多跟钱叔商量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能在开国侯府里效力，实在是老朽的福分呐。刚才我听说小侯爷得了那个失忆，就是把以前的事儿都忘了。哦，小侯爷得了失忆症，老朽无能，我这就去熬药去。别，钱叔，我这病好的差不多了，再静养几日就好了。有劳钱叔挂念了啊，小病。夫君，这位是账房胡先生，在咱府上已经24年了，是随太夫人从国公府上过来的。胡先生精明能干，更是写的一手好字，远近闻名。夫君以后要多向胡先生请教才是。啊，哎呀，文化人呐！别，折杀老夫了！一介下人当不起侯爷大礼呀！别啊，老夫自当兢兢业业，以报王家累世之大恩。不用站起来行礼，会吓坏大家。小侯爷，我是栓子，我是小蝶，那是二娘子。是胡子比胡上毛还长啊。夫君在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我这些年花了6000两银子，我到底怎么花的呀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若不是妾身带回来的嫁妆还有些，只怕现在都要变卖家产了。你一直用私房钱贴补家用，哎呀，我真是禽兽不如！我他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夫君，咱家除了庄子上每年能收700两以外，其他就没有别的进项了。啊，不过夫君不用发愁，当年我家剩了王家好大一个人情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就回娘家再置办些银两，咱们省着点用，也足够了。你让我花你的钱，你拿我当什么了？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有手有脚的，你让我吃软饭？以后不准你再说这种话。夫君，听你这话，妾身心里喜欢。咱们家就不做生意吗？夫君傻了吗？咱家祖上是开国的勋臣，做生意要辱没先人的。这话以后绝对不能再提。夫君，别怪为妻话重。自打进了你王家门，家里那些姐妹全都羡慕得要死。我知道你看不上我身份，所以就算你再冷落我，我也毫无怨言。人活着，不就是图个身份吗？每次回娘家的时候，见到他们羡慕又嫉妒的眼光，在你这儿受的委屈，就全都消失了。夫君昨日又长了性子，妾身就再没有别的所求了。老天爷把所有的好的都给了我，我就算是死了，也心满意足了。
好。哎呀，臭了，都臭了。夫人你也臭了，多久没洗澡了？春种到夏收，洗了好几回了。春种到夏收，多少次梦回唐朝，如今他妈梦都碎了。夫君，二女，水烧好了没？别弄得跟烫死猪似的啊！老爷，水还要再烧烧，柴火有些湿。好吧，你快去。收水啊，收水！夫人，老爷怎么了？老爷他，夫君，你怎么了，夫君？啊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怎么了？没事啊，我在晨练啊。晨练啊？晨练就是每日练习，能让身体健康，百病不侵啊。刚才二女来说你4阿姨正抽风呢，吓坏妾身了。听他胡说。哎，要不要以后为夫把此术传授于你，你也好授予天齐，与我共享仙福啊？你不愿意？哎，来，试一下嘛，试一下，来，啊，使劲儿，这个，捅，用力，我看看，用力啊！用力。哎呀，看来啊，这些功夫确实不适合女人啊。哎，要不然为夫教你骑马舞吧。骑马？还舞？相传这个练了骑马舞的女人可以青春永驻，身材窈窕，这个秀发乌黑啊。你要不要试一下？真的？真的。那试试。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。夫君，这姿势，妾身做起来太不雅了。有什么不雅的？不就劈个腿吗？来，哎，二女，来，一块练，快！我还要烧水。你烧什么水？这喊。来，我们继续。哎，走了，洗澡了。夫君先洗。夫人先洗。夫君最大，当然夫君先洗。夫人入排第2，那谁敢排第1呀？还是夫人先洗。妾身愿做夫君背后的女人，所以夫君先洗。那你还不听夫君的话？夫君，这件事恕妾身难以从命，夫君先洗。哎呀，废话，磨磨唧唧的，洗个澡嘛，走，一起洗。哎，夫人，妾身自己来。害什么羞啊？不是说好一起洗吗？哎，人家就是害羞嘛。哎呀，夫君先出去，先出去。干嘛？哎，快请！听说子豪兄最近身体不适啊，我就过来走动走动。哎呦，快请！哎呦，程小公爷，陈管家您好，哎，还这么高呢？哎，快请！哎呀，这不是德昭兄吗？四爷兄，耳朵够长的。我是闻着过来的。哎，最近程爷爷身子骨可好啊？精神着呢，他可是长安城有名的老不死。不，老寿星啊！每天早上起来5板斧呢。那是，程爷爷乃我大唐顶梁重臣，我辈之楷模啊！啊，好说。哎，其实我爷爷那2下子哪及得上你爷爷当年潇洒呀？咱兄弟俩就不用奉承了啊！人不人高嘛。再说你留步。洗好了，夫人。哎，我看看，你被蚊子咬了？
莫大惊小怪，谁人不被蚊虫叮咬？哎，要是有瓶花露水就好了。夫君说的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夫人，秦小公爷和程小公爷来访了，还有云家老爷身体不适，也差人来了。消息传的可真快啊！这几位都是谁啊？怎么连他们都不记得了？哦，想不太起来了。秦玉秦小公爷是胡国公秦叔秦叔宝的孙子，而程初程小公爷是卢国公程老将军的长孙，这二位都是夫君的好友。而云老爷，云家庄的，跟我娘家也算是远亲，看着王家家道没落，惦记咱的田产呢。二女，你服侍老爷洗浴，我去前面接应一下。嗯。哎呀，看我这条美腿呀！小丫头怎么不爱说话呀？老爷，妖精的。老爷这一病，跟变了个人似的。对夫人好多了，对我也和善了。请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可是开了眼了，这就叫排场。还别说，咱小侯爷别看一只单传是吧，那也是别人大家不敢比的，是不是？咱侯府很多年都没这么热闹过。你看这么多礼物，仓库也放不下呀。腾出一间房，是，小蝶正在后面收拾着呢。不过东西太多，别招了贼啊！剁碎了喂狗。剁碎喂狗，这么多宝贝，剁碎喂狗，狗吃人，那非窜流鼻血不可。我说的是贼。哦，了然。哎呀，我这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呀，只可惜连个洗发水也没有，真是洗不透，洗不爽啊！哎。哟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老爷，您不喜欢奴婢给您煎的茶吗？不是，就是太烫了。奴婢帮您吹吹。哎，不用，晾晾就行了，晾晾。这些都什么呀？煎茶的茶叶和香料。香料？茶叶末、烟丝。上初中那会儿就一直想试试，要是拿茶叶末代替烟丝，卷个大烟泡，抽起来岂不是很爽？二女，你去拿一张宣纸来，然后把这些什么茶叶末啊这些东西都给我卷成一个毛笔状，好不好？老爷，你这是要做什么呀？哎，叫你去你就去，别问那么多了。去啊，还愣着干嘛？老爷，咱们府上没宣纸。什么？我堂堂侯府连张宣纸都没有？宣纸太贵了，平时府上也用不上。那破玩意儿能有多贵啊？回头备几刀啊？你老看着我干嘛呀？老爷生病了以后，完全变了个人，越发像个侯爷了。那老爷我生病之前什么样啊？累坏我了，客人送走了一波又一波，看来这王公贵族啊，还没忘了咱王家。夫人，崔小公爷过府了。夫君，妾身去外面照应着，你要是累了，就上去躺会儿。等，我看看。这大包，疼不疼啊？
就是洋洋。二女，二女，哎呀，你能不能不要 biu 的一下就出现了，跟个魂儿似的？走，随我去书房，老爷我要提俩字儿。笔墨伺候。你识字吗？这丫头居然识字！你会唱歌吗？会跳舞吗？会弹琴吗？会跳骑马舞吗？你识字？会跳舞吗？会唱歌？真的识字？看来这丫头真的识字啊！认识这两个字吗？黄牛，从左往右念。牛黄。哎，这个呢？麝香。哎呦，这个薄荷。这个呢？哎，你要再点头，我马上就要问你微博、微信、手机号。哎，家里有酒吗？给我拿一壶来。这丫头不多言不多语的，我喜欢。老爷，嗯，这酒也就20来度啊，这挥发率太低了，得想办法这酒蒸馏一下呀。蒸馏啊，蒸馏。你说咱小侯爷这一病吧，还转了性子，变成了一个怪人。这脾性也变了。以前呢，小侯爷嫌弃夫人的出身，看不上眼。哎呀，从大婚到现在，还没碰过夫人呢。成天在外寻花问柳，还养了外宅。这下好了，这俩人还恩爱上了。这夫人呢，心也顺了，这面色也好了。我看呐，到明年这侯府要添人进口了。哎呀，老侯爷在天有灵啊！哎呀，这片家业啊，算是有了指望了啊！来，干！来干！哎酒蒸的怎么样了？
哎呀，不错不错，50度的老白干儿，味儿不错。可惜就是工艺有限，没法批量生产，不然咱们开个酒厂肯定赚大发了。那奴婢岂不是每天都能跟老爷对酌小饮？那可不，自己家的酒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。那奴婢现在就想跟老爷一醉方休。嗯，你这丫头怎么一点都不学好呢？你成天都想什么呢？你再这样我抽你了。奴婢愿意被抽。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抽你？你给我把屁股撅起来！你下次这样我还抽你。奴婢愿意等着下次。你是不是气我是吧？你快一边去，一边去！我还有事要忙。这丫头，今年的雨水多，夏粮入仓之前要好好的晒一晒。哎，对，晒晒不长虫，晒晒更健康。俗话说得好，天上一连班，晒谷不用翻。如若每天晒，幸福咱长安。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？粮食先不晒。哦，云家庄的打发人来问转让田产的事儿，你去回个话，就说过些时日再说。行，但是钱叔，那个云家庄的嘴就是黄鼠狼的腚，他憋不出好屁来。这还用你说啊？赶紧去！哎，得，我这二脚一搓蹬，操啦啦啦啦！二女啊，哎，把那个药磨好的拿过来。对，就是这个剂量。拿着。咱们先试验一下。就这样，晃，就一直晃，一直不停的晃，直到把里面的药化开为止，不能偷懒啊！来吧，好，晃吧。得给这个花露水设计个漂亮的包装，取个好听的名字呀。二女，哟，这丫头你还真实诚啊！你还摇呢？快，把这葫芦放那边去，歇一会儿。过来给我按肩。怎么给她起个好听的名字？设计个漂亮的包装呢？有了，就叫酒花玉露啊！通通用那一大扎的小葫芦装起来，再涂上颜色，有意境啊！太有意境了。谁怜方醉酒，春露到秋风，思空暑，好诗句啊！就叫酒花玉露。这小丫头小手可真是神了，她这么一推一捏，我就思如泉涌，智慧百出。夫君为何魂不守舍？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对了，夫人，今日见你大作，无论是文采还是字体，颇具大家风范，堪称极品啊！比为夫真不是强的一星半点儿。哎呀，真是羞死了！夫君都看见什么了？今日在书房，无意中禀见夫人
一首五言诗，依稀记得其中2句：谁怜方醉酒，春露到秋风。哎呀，如此诗句，实乃当世绝品呐！这是我写的吗？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？全诗是什么？读来听听。我只见到这2句，可能是夫人有感而发，妙手偶得吧。哎，不记得也不奇怪嘛。有感而发，妙手偶得。夫君说的真是精辟。谁怜方醉酒，春露到秋风。这真是我写的吗？难道我也失忆了？儿女，笔墨纸砚伺候。夫人，敬你一杯。此2句才是绝句。夫人，快，此等诗句，定当流芳百世，快记上。夫人大才呀！只是这些年在家里受了不少委屈，能得如此贤妻，夫复何求啊？来，这一杯就当是为夫为这几年给你赔礼了。哎，对了，夫人，前几日见你被蚊虫叮咬，于心不忍，于是这几日在家潜心研制了一种有驱虫效果的香料，取名九花玉露，还请夫人题词。夫人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不如咱们回屋采梅吧。娘子，看看，全都买到了。你这是在侮辱我呢？我栓子办事儿什么时候办砸过？哎，你知道栓子是啥意思吗？系牲口的绳。放屁！哎，用小侯爷的话讲啊，就是靠谱的人。懒得和你说。嘿，我还懒得和你们这些粗人打交道呢，是不是？卸货了啊，乖。夫人，那葫芦都拉回来了。二林，快去，把东西都给我拿进来。夫君，这九花玉露干根好使吗？真的呀，夫人用了就知道了。夫人，有事儿跟您商量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夫人，自从学了骑马舞之后，好像面色越来越红润了。真的？真的啊，越来越漂亮了。讨厌。黑把扎黑。钱管家，跳起来啊！跳一跳，10年少呢。哎呦，算了算了，我这把老骨头受不了受不了。没情趣。哦，对了，云家那边过话了吗？啊，过了过了，他们惦记着咱们那几十亩熟田，我让人给推脱了。啊？九花玉露，太棒了！老
老爷，你还是个心巧的人呢。你喝酒了？酒好，诗好，就你不学好。快来，帮我把这些都装瓶啊！哎。大功告成，来，拿着，这是给你的。哎呀，叫你拿着你就拿着，快点。这5瓶是不同的香味儿，擦在身上都能驱蚊止痒。去吧，把夫人给我叫来。哎，等，得了，我自己去吧。夫人，夫君啊，今天又做出什么好诗句了？都不如意。夫君，我都怀疑那2句不是我写的。别灰心嘛，你是因为太过执着，所以才束缚了自己。夫君所言极是。自从夫君失忆后，感觉夫君都像变了个人似的。是吗？哎呀，作死呀！夫人，我送你样东西。九花玉露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神了！夫君一进来我都闻见了，还用猜吗？快给我，快给我，快给我！喜欢吗？这是那天晚上我写的字，还有这2句诗。二女，过来，都干什么呢？拿着。你抹了几种啊？5种你都擦了？你傻呀你！晚上去洗澡去啊！洗完澡之后只能擦1种。行行，你现在就去吧。去啊，还愣着干嘛呀？去。这傻孩子。哎，跟2女干嘛呢？哎呀，夫人，这丫头片子擦那么多酒花玉露，弄得呛人。我教她怎么用的。就像夫君昨晚教妾身那样吗？哎呀，夫人，你想多了。二女还是个孩子呢，这些日子辛苦她了。要是没有她的话，酒花玉露也不可能研制的这么快啊。是该给人家奖励的时候了，我就给了她几瓶，没多少。是，夫君做的玩意儿，愿意给谁就给谁，犯不上跟妾身说。唉，14岁也不小了，妾身这几日正发愁，是不是该给2女找个婆家呢？啊？夫君倒是给了个好借口。别呀，
你这不是难为我吗？别因为这点小事害了人家姑娘啊！这你也得问问人家自己的意见呀。给她找婆家就是把她给害了，那我父亲岂不把我也给害了？让二女自己找婆家，那我算什么呀？那夫人，你误会了，真的不关二女的事儿。这个东西是我为你专门研究的，只是擦起来有些不同的学问，每个人擦起来都有不同的味道。它用了之后，我们以后再配置也好用啊。夫人，我真的是为你着想，你要相信我。5个，选哪个呢？排排坐，吃果果，你一个，我一个，宝宝不再留一个。那夫君的意思是，一个二女还不够用，要多几个丫鬟不成？那要不，妾身把城里那位姑娘也给你接回来？呀，大姐，姑奶奶，我求求你饶了我行吗？我哪有你想的那么下作呀？我对你一片赤诚啊，简直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啊，天地良心。你别说什么城里的姑娘了，我连城都没进过，以前的事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了，这个院子我都没转全呢，我多冤枉啊你！妾身知道，夫君对妾身好，宠我，疼我。妾身都感受得到，妾身以为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了。这些日子，夫君都把妾身宠坏了，怕你病好了又像从前那样跑出去不回家，怕你再也不跟妾身说话。夫人担心的也不无道理啊。一个不让自己女人放心的男人，那真的就是一个彻头彻尾失败的男人。要不这样，咱们明天啊，不，今天吧，一会儿咱们就去城里把那个姑娘找出来，跟她说清楚。夫人，你给我支点银子，就当是给她的遣散费了。城里的房子咱们也不要了，以后呢，就跟她再也没有关系了，好不好？再有，二女真的是无辜的，我就不多解释了。但是夫人，你要真觉得她的存在不影响到咱们俩夫妻感情的话，那就给她找个好人嫁了吧，也别说咱们家亏待了她，是不是？以后呢，咱们家里边就找几个小老太太来伺候，年轻的姑娘就不让她来了。再有呢，别再有了，听得让人瘆得慌。这要让别人听见，还不笑话死妾身了？今天的事儿，实在是妾身无理取闹来着，夫君别往心里去。至于外面的那位马，咱王家也得给他个说法，不是？这事儿啊，夫君不适合亲自去，就交给妾身来办吧。总之啊，妾身一定让他满意就是。太好了，夫人。还有啊，二女的事儿，夫君也不用操心了。这丫头是我过门时的陪嫁，跟着咱俩一起拜过天地的，也算是咱王家的人。妾身是看夫君失意，欺负你来着。还气我，还气我，气我，真是。夫君，前些日子来探望咱的那些大人们家里，咱们得一一去拜会了。正好啊，我正想去看一看传说中的长安城呢。可是回什么礼好呢？别人可都是拿着重礼来的，这送轻了不合适，重了又肉痛。那还不简单，就九花一路啊。不行，这些都是我的。还有，夫君以后要是给别的女人送什么东西，必须得先经过妾身，不然妾身让她好看。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这批都给你，回头我再做一批，留着送礼的。再把你那几首诗也烧在这葫芦上，也给他们看看，我夫人多有文采，给我长长脸。那这次就听夫君的，改明儿啊，我亲自给夫君帮工，多叫几个下人帮忙，别把夫君累坏了。那可不行，
我们这秘方可不能泄露出去。再说这活又不累，我看就二女得了。看来夫君还真离不得二女啊！这九花玉露一出来，就先送给她了。这里面的秘方，怕是也不想让妾身知道吧？哎呀，夫人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？以后呢，家里的事儿就你说了算。这个方子呢，夫人就好好收着。以后夫人一句话，我就鞍前马后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好不好？不，这，夫君的刺冲刀法是越发威猛了。别动！此处剑气未消，非常危险，还是等我去找你吧。头发长，见识短，此乃独孤九剑，可不是昨天的披风刀法了。哦，是妾身搞混了，还望夫君莫怪罪。不怪不怪，不如为夫就将此独孤九剑传授于你，以后你我双剑合并，剑来剑去的也好驰骋江湖，你看如何？夫君说笑了，妾身一介女流之辈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就算得此剑法，也发挥不了其威力。也罢也罢。哎，夫人今天为何没跟二女一起二呢？脸色看起来也很差，是不是这几日跟我一起上门回礼太累了？夫君不知道，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，腰酸腹痛、心烦意乱，而且也不适合大动作。用卫生巾啊？何为卫生巾？你没用过卫生巾？夫君说的可是月事布吗？不哪行啊！当然得用那种吸水力超强的那种，左翻右翻前翻后翻都不侧漏的弹力贴身才行啊！何处寻得此宝？这还得容我三思啊！夫君又说胡话了。哎呀，夫人既然不舒服，今天就好好在家休息吧。程老爷子那边今天我一个人去。那怎么行？那陈老爷子性情古怪，我担心夫君一个人应付不过来。俗话说得好，程小金上阵也就能3板斧。哪有这句俗话呀？再过个几百年就有了。反正夫人啊，你在家安心静养，卫生巾的事儿我帮你搞定。谢谢夫君。小二货，继续啊。刚才我给你练的是9937路开山大斧。程爷爷真是老当益壮，这个斧锋威猛，技艺精湛啊，高，实在是高。子豪果然内行，看出我五斧的精妙之处了。哎呀，好，刚才用了这个什么路啊，感觉爽多了啊，腰也不酸了，腿也不疼了，好像年轻了80岁啊。你看这有没有？这坛子你拿走啊，明天给我装满了送过来。哎呀，好好爽一爽啊！爷，此物虽好，但也珍贵，配饰起来想必也十分的繁琐。爷爷为难王兄了啊！好，老夫糊涂啊，子豪莫怪。啊，无妨无妨啊！此物虽然珍贵，但是能承蒙程爷爷青睐，慎行慎行。程爷爷放心，以后每季小子毕竟亲力亲为给您送来这么几瓶，还请程爷爷笑纳。好，还是子豪孝顺啊，不像我这些鼠子。哎呀，来呀，把板斧拿过来。是，我再练一套8821套化工大斧。来。哎呀，真香，香，真实在是香。见识了吧？啊，这可是从极西之国传来的东西。这卢公程老爷子都知道吧？知道。 70岁高龄的老爷子，就用了一滴，您猜怎么着？愣是把那100多斤的大斧子耍了整整1夜呀！一大早跟没事人似的，能吗？不可能！你看，不信吧？不信，连我他妈都不信。
这可是真事儿。还有，我父亲终日为国操劳啊，身体是每况愈下。我这当儿子的看着心疼啊。昨日，我将这酒花玉露献于我的父亲大人。我父亲不知用法，多涂了几滴，哪成想啊，一夜没睡呀，这洋洋洒洒写了将近100万字的文章啊！哇！一大早上朝，老爷子走着去的，在路上硬是赶上了骁骑尉罗大人。这罗大人那是武官啊，平常骑的那是皇上御赐的特了标啊，日行千里的宝马良驹啊。就这样，一人快马飞驰，一人悠然自步，两人拉着家常，竟然一起到了。哎呀，还真神啊！哎，真是这个东西真有点神。忙活了这些天，终于搬礼给回完了。今天真是难得的清闲呐！这不是往脸上抹硫酸吗？甭说是古代，就是现代的化妆品也是花钱买糊饼啊。哎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别老往脸上抹那些胭脂粉黛的，抹多了会毁容的。夫君，妾身今日要参加离间侯夫人的品诗会，夫君就迁就一下嘛。你昨天不是参加了吗？昨天是齐郡主举办的，和今日不同。那你今天又不陪我呀？我还想进城逛逛呢。让二女陪夫君去吧。一会儿妾身跟管家说一声，让他给夫君备上马车和随从，好不好？那你就不怕我跟二女背着你那个啥？妾身早知道夫君想了。夫君和二女那个可要偷偷的，妾身假装不知道，不妨事儿。陈雪影女士，你这样很奇怪，我非常不习惯，好吧？夫君，妾身屡屡收到邀请，都是夫君的功劳。以前啊，妾身因为出身的原因，都不敢跟那些有身份的女眷在一起，甚至想都不敢想。可如今，都是因为酒花玉露，各种聚会，妾身都无暇分身了。那我可真跟二女婿了。不过你真得听我的，这些东西少往脸上抹。你说你年纪轻轻、漂亮佳佳的，不用这些东西照样好看。夫君对妾身最好了。这几日啊，妾身才知道那些个女眷啊，别看表面风光，其实没几个幸福的。那些公爷侯爷，哪个不是妻妾舞女成群？像夫君这样对妾身宠爱的，真是少之又少。夫君，以前是妾身不懂事儿，太糊涂了。妾身以后一定改掉嫉妒的毛病。妾身知道夫君喜欢二女，所以今日夫君就跟二女单独在一起，让妾身适应适应。夫君意下如何？有这么适应的吗？你说你才跟那帮女人在一块儿多少天了，就学坏了？你再这么说话，小心我抓了你出不了门。夫君饶命，妾身再也不敢了。妖精，白天就放过你，晚上我再收拾你。赶紧收拾，收拾完吃早饭。我先走了。颠死我了！什么时候能到啊？喂，小侯爷，如果路上不堵车的话，半个小时也就到了。哎，这怎么大唐也堵车吗？堵得厉害！如果上朝早高峰或者下朝早高峰的话，堵得更厉害。你这马车减震系统也不过关啊！小侯爷，您坐稳啊！小侯爷，二夫人，咱到了。高郎，到了。哎呀，够热闹的呀！都赶上王府井步行街了。小侯爷，这是咱们长安街的西市，是整个长安城里边最热闹的地方。要不您和二夫人先逛着，小的这马也该喂了。好，你也歇歇啊。哎，我们进去逛逛。好嘞，侯爷。走。
要斯文。老爷累不累？我来提嘛。哎，那怎么行？那不成了虐童了吗？奴婢愿意被虐。胡闹，胡说八道。哎，一会儿帮我想着，买一些上好的宣纸，还有上好的丝绸，还有叫什么来着？软麻布。啊，对对，软麻布。老爷，你要这些是干嘛呀？别问那么多了，总之是为了造福女性，造福你。啊，造福我？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我快饿死了，快走，快走。你站着干嘛？还吃饭呢？快快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这不是家里边，哪有这么？豪兄，哎，这位仁兄是叫我吗？子豪兄，才不到2月你就把我给忘了。哎呀，不敢不敢。小弟我之前得了一场大病，现在这个记忆力不太好。哦，坐下说嘛，坐下说。啊，好。你是欠我银子还没还吧？子豪兄说笑了，我是张胜啊。你长安城的邻居，子豪兄都忘了？失敬，张兄，我这个记忆恢复的不行。我还是没想起来我的什么邻居？你张兄家住何处啊？看来子豪兄真是失忆了，难怪。你上月初离家，一直未归，您夫人非常着急呀。夫人，这位姑娘是？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贱内。不才失礼了，拜见嫂夫人。那小弟就不多做解释了啊。小弟家住西门里，陆家牌楼，子豪兄可有印象？如此，小弟就告辞了。走了，不多坐一会儿吗？那就再多坐会儿了。子豪兄在城里有处宅子，可还记得？就在小弟隔壁。你宅里的夫人和我张胜的妻子是闺中好友，如今你一去不回，你这夫人非常着急，于是托我呢到处打听。呀！张兄，你看外边的太阳多大呀！哎呀，晒得人们好幸福啊！对，子豪兄不说，我还没有发现，这个太阳晒得真的是好幸福啊！阳光明媚，还飘着几片鹅毛大雪。张兄，快吃菜！吃菜啊！夫君，要不然咱们去看看那位姐姐吧。就黑路子。子豪兄不舒服啊？这个老毛病了啊，不要紧。那小弟去雇辆马车，咱们这就去看看夫人。真去啊？夫君，那能不去吗？还有甲呀。去嘛，就当逛街了嘛。去。知道老爷我为什么不让栓子赶车了吗？笨，因为今天的事儿，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张胜知，不能让第4个人知道，明白了吗？今天的事儿想好怎么办了吗？老爷，如果今天咱们不来的话，那个武姬横竖也是个死，就算夫人把他打死在西市，也没有人管。老爷一会儿进去把他偷偷杀掉。反正老爷也有契约在呢。哪儿呢？这个是上月老爷晕倒的时候，奴婢从您身上拿的。臭丫头，拿了我的东西为什么不给我？你那个时候对夫人不好，奴婢替夫人生气。拼了！好，二李，
一会儿你直接打车回家，告诉夫人派人来接我。我一会儿要到公堂上去跟人说清楚。你就跟夫人说，一口咬定是那个小狐狸精偷拿了我的玉佩。记住了，咱们放倒个牲口，都得有个说法，更何况是个人。看来老爷这次是真的动了杀心。一会儿从哪儿下刀呢？这儿。老爷，好好的一件事被你弄得血淋淋的，奴婢害怕。你怕个屁！你那么人精。老爷以后不想见他了？不想。也不知道那个院子有多大，值好多钱吧？再值钱也不想要了。其实我根本连见他的念头都没有。那还不简单？房子给他，契约也还给他，让他10日里把房子卖了搬走不就得了吗？夫人这1个月很忙，肯定不会动他的。我就是怕他不同意呀。老爷，你当人人都跟您一样啊？您从小就高高在上，您怎么会知道下人的想法？一个舞姬根本算不上人，下人还有个人字。今天您把卖身契还给他，他就可以堂堂正正的当个人了，去官府上添个户籍，体会做人的甜蜜与辛酸。唉，想不到这古代女子如此守信，想想当今这儿了，哪儿这么容易就给打发了？子豪兄，咱们到了，我去敲门啊。哎，这就过来。这件事啊，就让贱内来解决就行。哦，子豪兄言之有理。那小弟就先告辞了啊！好，告辞。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这次就让你替老爷我解决这件事了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王夫人。去吧。看着我，哎，看着我。想吃不想？想吃啊！想吃，告诉我，小侯爷和二夫人是不是密谋私奔去了？姐姐，别送了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快回去收拾东西吧。夫人，您的大恩大德，小女子没齿难忘。夫人您放心，我一定尽快搬走，快回去吧。怎么样，成了吗？真的？哎呀，太好了！这事终于解决了。一会儿咱们俩还得去一趟西市，再吃顿饭。你中午都没吃好，立了大功了你啊！老爷，那个你今天答应我的事儿，还算不算呢？什么还算不算？就是你答应我今天代表夫人的事儿。算啊，你今天不是都代表过了吗？那今天还没结束呢，不是让我全代表了吗？这丫头一天都想什么呢？一点都不学好，收拾你啊！那老爷说的到底算不算数？算。好了，从现在起到回去之前，你都是王夫人，好不好？夫君。夫人。哎，你别拧了，一会儿把腰都拧折了。快，上车吧，夫人。夫君您上车。哎，夫人上车。走了，让不让走啊？哎，怎么不动了？沈侯爷，是晚高峰。夫君，急个什么呀？不急，夫人。夫君，你看外面的云多美呀！
秋高气爽，风轻云淡。夫君今天真是好啊！没有夫人好。夫君，自从你生病了之后，你就完全变了一个人，对夫人的种种好，妾身都看在眼里，妾身为夫人高兴。坐过去啊，坐好了。快到家了，我一身味儿，回去还得解释。嘿，二娘子。小侯爷，咱到了。小侯爷回来了。夫人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二女，你去烧壶水来，给我洗洗澡。哎呀，我这身上一身臭汗。哦，哪里臭？夫君今日很香嘛。啊，对，我差点忘了。今天我特意去素颜斋，给夫人买了一瓶绿色无添加的上等胭脂。新上市的品种，啊，我最喜欢的味道。听说是金秋限量版的，只发售250套，啊，那现场火了去了，人山人海的，我好不容易才挤进去，挤得我一身臭汗，我得去洗洗。哎，等等，夫人有何吩咐？二女今日服侍的如何？夫君可还满意？不好，太不好了！这丫头傻不拉几的，笨手笨脚，气得我真想抽她。夫君息怒，那丫头好歹是我的陪房丫头，教训她是我分内的事，就不劳烦夫君了。我这就去抽她。哎，别！对待小孩子应该以教育为主啊，打坏了就不好使唤了。我就说说，还没真抽呢，夫君就心疼了。哎呀，我差点忘了啊！这我给夫人特意买了一个镯子，你看这颜色、这质地、这款式，简直就是给夫人量身定做的呀！快，夫人戴上，我看看好不好看，真是太适合夫人了。我真喜欢，谢谢夫君。啊，不用谢。这么绿，太好看了。夫君对我真好。我什么也没看见啊！一如昨日烛火，半片粥相随，哪有唐人不懂得陶醉呀？我苦中你窈窕，岸上有一回，一塔万里雨水相随。你穿错了嫁妆，才能有快乐，再上一层胭脂也饱美呀。一声戛然而止，庭前的变老，望向中你头发的星座飞。夫君，我也想要一个玉镯子。有多少我都给你买。真的？真的。想方设法的把你追回，你说孤独是诗人应该具有的体会。夫君，哎，夫君昨日在书房用的什么功？不会又在研究什么奇轮妙方吧？哼，就等你问。夫人，哎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什么呀？这就是为夫跟你说的，可以左翻右翻前翻侧翻都不侧漏的弹力贴身呐。那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新一代的小裤裤，丝滑透气，让女人倍感呵护。那这该怎么用啊？哎，看，把这个穿好，
把这个呢，就贴在这儿就可以了。那夫君给妾身做个示范吧。哎，我堂堂七世男儿，怎可做如此苟且之事？哎呦，夫君，你快说，你要急坏妾身啊！将这个放在夫人膝下3分钟。哎呀，夫君快，羞死人了！老爷，程小公爷来了，正在前厅等候。好了好了，我先走了。回来看你穿好哟。